大家呢首係《老派約會節》。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，起初先推我兩次坐我戲言都正常，在約便説好，已連數年未獎賞。找一間小店批發浪漫大戲開場，於燭光溫笑兒女談談童年提及理想。認真，靜靜懷疑已打烊。飯後未倦嗎？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。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上靈魂對話，怎知道霎眼就談到，隻絕了，錯過了你我。